罗马书第8章26节到39节，亲像安尼，咱软弱的时，圣神嘛有咧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。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，替咱祈求。了解人内心的上帝，明白圣神的意思，因为圣神照上帝的旨意替信徒祈求。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，互遐个听上帝的人，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，拢有利益。因为上帝有先捌的人，嘛有先决定互因甲伊的囝的形象相同，通互伊的囝伫济济兄弟中做大囝。搁伊有先决定的人，伊嘛甲因警调；伊警调的人，伊嘛甲因宣判做义人；伊宣判做义人的，伊嘛互因得到荣光。关系遮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上帝若为咱，啥人会当抵得咱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减未将万米嘛白白赐互咱，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，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？若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无，基督耶稣已经死，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，担坐伫上帝的正边，咧替咱祈求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夭餓，是散食，是危险，也是惨死。照圣经所记载，因为恁的缘故，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。人看阮亲像要互人杀的羊，拢毋是。伫遮的一切的代志，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剩。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也是权力者，是现今，也是将来的，是天顶，也是地下的心灵，也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